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台文通讯网报第311期，要来读雾社事件第9回。好，第迄个啥，我是第迄个 YouTube 开一个直播啊。我伫网络顶管你应该使找到我要去迄个做事 Clubhouse 遐去提供国家台湾图书馆的连结，迄内底有本土教育资源资料库，就有理工局基金会因出版的即个台湾通讯网报，差不多215期开始的款，敢若是安尼。当然，上次我袂记啦，我是按310期开始读起啦，所以可能就是安怎讲，会使帮参考啊。然后，其实伫迄个啥，我发觉伫 YouTube 遐搭迄种信息连接，敢若是毋是无啥好，我毋知影。我就讲，即马要学台语的资源是不哩啊济啊，总是。若总讲有人提供，或者是引带一个，可能伫学台语的路里，袂太辛苦，或者是减行一寡冤枉路。当然我就讲语言学习这条代志，无迄条什么冤枉路、冤枉路啦。因为伫台湾现主时，应该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有才调讲，有才调听啦。要毋过要捌字即个部分，敢有1/4的人啊？敢有500万啊？恐惊是无啦。当然，迄个无甲有当阵啊，叫伊写伊强在嘛，我著写几字啊，正确的嘛，对无？迄个，逐个福建衫嘛，3个裤嘛有一个夹啊，对无？伊摇久嘛摇着啊，迄个啥？最近其实一直以来拢是安尼啦，就是有，我就讲嘛，有咧讲台语，会晓听台语的人，伊就有写台语文的需要。只是写出来台语文，可能敢若伊家己写迄个瞬间，伊看有，迄个瞬间一过，叫伊搁看的时阵，伊反正袂记一来嘛，无的确毋知影，总是无一个标准，无一个一致，而且是无一个共识的时阵。迄变成讲无传播，还是传袂久长就对啦。这是目前即种叫做什么火星文、花星文拄着的状况。所以一个正常语言本身就应该爱有一个一致的参考标准。所以目前教育部伊所讲嘛是，敢若敢讲建议尔，伊也毋敢讲唯一的标准。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至少台北时间暗时9点40点是我的台语时间，所以伫即大家有来的人，嘛诚做共同参与即个台语时间啊。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就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照你讲，我应该虽然讲要煞，可能嘛是会使来提供一下即个我讲的吼。开花结子袂输是真正莫计较 ，Plus，师傅恁的客兄呢，所以后来我来提供一个好啦。对，我感觉这是，我那嘛是毋是讲一种趣味的迄个啥？顶下看几多？我来讲迄个开花结子即个小说，我感觉算不离啊险，吼，敢若是安尼讲。我真是看几多？好啦，佫有淡薄仔时间，我找一个好啊。真正莫计较嘛，算是真精彩的台语剧。啊，开花结子是迄个啥？
由万来副校长有甲翻译做叫啥？真正无，反正就台语文的啊，所以我感觉是应该会使来罔参考啊。这到底好有安尼来，反正有一个开会结束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傅人的客兄呢。我来打一个什么所在？我大概去找拢找无，想要。馒头，人咧大卖。好，安尼继续来读。开会结束，我走去倒来要求，佫无去啊，调频。声音到底有伫咧无？我毋知咱的护理师有听到我的声音无？敢会使我一个信啊？啊，试者无去，应该是有吧，我无确定咧。志源来啊，好，毋知志源听到声音无？然后声音敢是回应？我倒可能嘛试着什么所在，看毋知到底回应啊无回应啊？真正是有无？安尼倒是有无？好啦，当作有啦，继续读。好主再给，答案早转去加州啦。好主有心人香香，生着查某真优秀，家中5人大共收。真正无声音的款，看我有即只，无听声音嘛无法度迄种。真正无声音哦，对啊，声音无去啊，声音无去啊。所以到底没事啊？我毋知咧。毋知市节对对去安尼。好，美籍申请答不时啦，答案摕到同一年，随办2000箍囝钱，早转加州才团圆。另外，台湾这头的好主，伫答案转去美国就无2个日，就随请人客办到，讲要嫁互天使，因由是好主有生3个日啊，无嫁袂煞。正经过5个日了后，生一个查某囡仔诶，因着暗算要搬去天使伫淡水尾的新厝遐大。毋过天使也有想到2个情人囝去留的代志，就好喙甲好主参详讲，咱甲有家己的囝钱，是毋是甲阿秀、阿文，佮送去台中，寄地主管顾好？才知好毋是较固定的讲法安尼。因2个是情人囝，对后籍来讲，原本就真歹去管教。佮再讲，因也有老爸伫美国，终其尾嘛是爱互因规家团圆，才是根本。好主想一阵仔才讲，我爱先问例子，是毋是意愿，嘛爱出喙甲答案讲一声，较袂歹势。迄阵的例子51岁，1990年的时阵，例子是1939年出世。翁死7冬，翁死7冬，也会使住伫看茫茫的植物宿舍。拄好伊嘛是迄款应袂倒来的人，就对喙应好，就是想赢佫晓袂煞的缘故。1996年，例子甲一个查甫母客当地
消交际母，鹅甲北卖字，鹅甲北卖字，爬袂开的老摆。阮领导讲要嫁互即颗号做英雄的孙仔，会当兼做党娘，就敲电话甲美国的台湾讲，伊要嫁互一个好野人做董事长夫人，叫伊紧来将两个囡仔带转去。自死毋死，台湾伫一当前摕到美国籍的身份，迄阵就即款拍算啊。进前嘛有先甲随手参详买一间厝，才来办囡仔来美国的手续，代志自安尼定着落来。1998的4月，台湾就随传要去移民局申办阿秀、阿文来美国移亲的工课。6月中旬，台湾真正带随手返来台湾佚佗，对手甲阿秀、阿文带返去美国，搁定工伫内主因兜住一礼拜，该说多谢才走。应该是差不多。后壁即种是搁2个多呢。好啦，时间敢若到，转来谈咱的台湾通讯网报。做一下。好，试嘛，我毋知你对着无对着，你只敢若毋知啥物原因，无讲解释是安尼。我毋知啥物原因 Q 袂起。好，来，你试看有听到声音无？还是拄则因为我声音无去，所以无听到当然无反应啊你。我其实无度看袂出来。好啦，不管，来，无声事件第9回，杨中宪。这个什么符号看袂出来？哦，这是申请的符号。伊个是毋是有版本啊？可能是有版本来看。啊，应该是这个。伊真正有版本，看袂出来。因为听袂到，真正毋知啥物原因。搁只即个，我看应该是状况。敢有声音？啊，应该是有声音。OK， 无度确定。动作有。好，来，无声事件4元5日来啊吼。安尼，因为这篇是32甲33页2页，所以安等于几偌？6。好，我先读2偌啊，无志愿先读2偌好啊。下页我才来读，然后叫恁才下尾读迄2偌呢。我志愿地有看到无？无听到声音。来，进入声音来，请讲。你若我无声事件敢是？无声事件嘿，无声。我听做虎声，台南虎声还是虎声？无。对无声事件遐读过。对，第9回，这是第9回。啊是，我先还是？你先读2偌。我开始哦。无声事件杨中宪发现日军开枪子，一定要互日军死，好等日军就卖味出来决斗拼生死。你是爱为下骹遐读去，还是正面？
伊是有画线嘛，伊有迄点的线，就是算个直个塌落来安尼啊。哦，啊为特别用价值，日军出来画日记，大河武术岛精神，暗时休困见日时，两大嘛哦。无你会使规个读完啊，毋是两个是两纸，规个两摞呢。等于是真两三四五六七拍嘛，佫落拍嘛，一拍四句嘛，啊一句四字嘛，所以加读过啊。日本勇士徛出来，勇士怒气要过台，莫急成等明仔载，原时原地合应该，一条番薯三人喙，爱食有气，爱食有气力，战死，休困逐个为归兵，战斗等待天光时，暗时眠梦流目屎，生活快乐又自在。无人干扰大山内，为何日本来迫害？咱的家园真美丽，如今山破无留花，报仇出走亦未水，毋知勇士真有对。我较遮会使。好，无问题。好，安尼，我趁两，也是姚玲有对着无？姚玲趁两落。咱是读到倒32啊，中啊迄落啊。天光勇士赴战场，日军走路惊袂赴，内山青番歹应付，武术精神歹模样。才读了啊，吓。嘿，无还未开始，即摆我才读即拍尔，你才刷落去读。转正前员北拓主哦，北拓主这边咧读。这应该是原住民的字，然后甲伊变做汉字吧。所以我就讲的，种就是。所以我咧想着，伊这是发个音吼，这是要安怎读较好势？我嘛毋知呢。北拓字，毋知，北拓字毋知。嘿啊，无伊会写罗马字嘛无啊，安尼我袂晓读。凊彩读啊，只要凊彩读啊，反正伊也袂跳出来甲你种的啊，还是你今日暗时甲你拍尻川。阿弥陀佛，好，无错。转正前员北拓主。不幸马哈湾失守，炮向马歇坡岩石嘛吼，岩窟。这我尽量袂晓读迄地名，我尽量袂晓读。炮向马歇坡岩窟，愈战愈退，心不准。马歇坡食一项落，弹药。宝吉要如何？是不一日一日少，一滚趁机放火倒。牛失弹药收了了，惊番出草，赶紧走。妇女为翁成吊刀，勇士安心战斗。咱不道真受气，抢日军牛失武器，报告有头目。这是艰苦心肝唱占位，日军山区占袂来，步步进，步步避台，用毒心计介厉害，用想实翻出来台。亲情朋友第一线，后面日军点咧换，出草青番有钱换，莫那路道上大官，安达大队放入口，马歇严窟要探头，勇士共款手会条，风扫嘛惊被出草，莫那路道。有讲哦，命令全家去困土。马洪莫那袂赢倒，马洪莫那袂赢倒。赶哩拍哩，赶紧倒。莫那落到三思想，
明知起事会拍输，毋愿永远欺负。率领勇士日本赌日本就对啦。应该是迄种的吧？介种就对啊。率领勇士日本赌，日本兵济武力强，毋信青番假掠狂，无犯犯下毋免防，内山代志毋得做王。日本兵强济武器，青番人少有勇气，明知起事袂胜利。种勇士啊，为何家乡撩落去，毋互日本来糟蹋？早先行入深山内，照背山猪拢袂来，深山自杀无人知，摩纳鲁道掠袂着，总督气愤民主无，红军阵营好结果。大队人马敢会知？敢会和？摩纳鲁道真敖美，总督阵营袂欢喜。10年里反毁去，深山青番永远记。两处造反放生路，招待日本去佚佗。科学文明恁毋学，反龙霸气袂觉悟。摩纳鲁道走去倒，总督要找你无？反龙去走换总督。第一勇士失德，摩纳鲁道精神在，勇士大家拍拼台，毋是两骹苦忍耐，当阮生番共大代，出草生番有钱摕，摩纳鲁道大伤价，为何尸首无地找？总督痛恨喙家牙，头目死接手指挥。五莫那设置，毋惊日本大军队，不多子埋伏陷阱，三面钟拿出口围，日本军兵死归队，看无青番情乱开，恁实在真无细致啊！小姐马上接头目，勇士大家心口服，虽然阵营立大功。835莫那定亡，弹药武器设祭坛，邀集先人大家看。勇士义胆甲中官，日军战力去一半，日军毋敢冲前线，派密风反来交换，破坏番地甲残花，发现找者就袂活。后位底面就写批内容咧甲日本亏，自称天下上傲战，为何战场说不见？讲阮山地真野蛮，迈向文明莫做反，警察欺负毋甘愿，又搁使人反拼反，卖小战真敖臭弹，飞机空中放炸弹，拄着青番紧倒弹，少数民族拍袂赢，世界公约大家看。违反使用毒气弹，亚洲战争第一件，日本咬战是无赢，所以这等于是杨宗宪伊去看这个武侠事件的啥文献嘛，然后就是算讲一段一段，一拍一拍，就是这种四句联七字啊，就摕来写摕来斗嘛啊，沿路写，因为即马这算伊等是第9回嘛。顶一届310期是第8回嘛，啊，我毋知要写几回啦，所以就讲，这种算我那嘛创作，就是你看到的资料了，你家用这种四句联的方式家呈现出来啊，会使押韵就能去押韵嘛，可能伊嘛真正真就变势啦，这已经真厉害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安尼倒咧读。听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请讲嘿。咱咧普通时啊咧，甲原住民朋友咧讲一寡较无好诶迄种名称，是毋是叫做反啊？敢若是伊
伊迄个字敢若有别款的意义嘛？敢若是背反，啊个就是罗南明，也是讲去外国，啊个伊即个字，敢若原底是指的是讲外国的物件，感觉。用汉字的角度，就是这就是外来的对啊，毋是本地的啊，毋是本地拢有做番啊。所以用台语来讲，就是番啊火、番啊姜嘛，啊个啥？我会记就是即个番麦嘛，啥啊个啥？所以用汉字的角度来讲，番字是属于外来嘛。当然，字我就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本身义甲延伸义嘛。啊，当然，伫咧讲毋是本地即个概念。来讲用番来表示毋是本地嘛，啊当然其中一个就是介无共种嘛，甚至伫台语内底就是差不多是伫咧讲原住民嘛，啊毋过实际上用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的时阵，恁讲番是外来，啊毋过对阮原住民来讲，恁才是外来啊，恁是这300-400年来，是这400-500年才来到 Formosa。啊，阮的祖先，阮原住民的祖先，根据恁所知、恁所看到的嘛，美国人有一个叫做，食着大毛啊，啥我袂记，就是一本册嘛，浸泡更替细菌嘛，这本册内底就讲着啊，台湾这原住民可能5-6千年前就千里迢迢按迄个啥，中国大陆即个本土迄边，甚至讲要踮咧讲几十万年前按非洲沿路迁徙来遮，所以目前会使看到的资料就是讲，至少5-6千年前，还是18000年前就开始迁徙嘛。所以原住民的部落，因拢有迄种传说，因的口传历史内底拢会去讲到什物做大水啊，有一寡描述就对啊。所以目前世界上，若准讲你看有够看的信息的时阵，目前有叫做南岛语系分做10支，还是10个分支的类别的时阵，有9个是按台湾才出去的，或者是几万年前行迄个结冰的台湾海峡来到 Formosa 遮，然后有不了一部族，佫继续迁徙就对啊，所以一直到夏威夷，一直到Easter Island， 一直到马达加斯加，这几个，伊讲这个范围是差不多4亿个人口吧。所以因伫咧讲南岛语系这个叫做 language family 语族还是语系，毋知就是10几种就对啊。所以有。即马就是有2派，就是讲是按台湾才出去的，或者是集中来到台湾的，伊叫做南来雪甲北来雪，就讲按南部来，还是落去南部的安尼，所以2种方向。所以变成讲以番即字来讲，用台语的角度，或者是在过去泉州、漳州即种主要构成现主是台湾的即个语言的状况来讲。迄个番就是外来嘛，啊，日本时代啊，因来到1895年摕到台湾了后，因嘛知影讲，有高山族，当然迄个高山族可能佫有变什物高山族，什物会不管迄，所以我看到就是，日本人伊就甲迄个番字加一个草字头，真做是当做伫咧讲原住民。这个族群啊，当然，日本时代所留落来就是九族嘛，所以南投一个九族文化村嘛。啊，实际上，徛顶个字吧，还是这个字我袂记啦。对，西拉雅被内政部已经认定做第17族嘛。啊，后壁敢若佫有，反正佫有1-2个伫申请就对啊。所以以番即字来讲。当然对台语人来讲，除了有当阵啊会是摕来讲原住民的迄阵人以外，甚至直接就加一个啊，这当然是有
僻想轻视的意思嘛。毋过对台语人来讲，伊会甲翻即字当作动词来用啊。你搁伫咧翻啊，你搁伫咧翻啊。啊，只是敢若会晓使用中语中文的人，伊听到你搁伫咧翻啊，伊就敢若晓写欢喜的欢，喜欢的欢啊。所以对中语使用者，伊就敢若会晓写欢喜人家的欢，甲伊当作台语咧讲，你搁咧翻啊，你是翻煞袂？所以变成讲无共的语言，伊对一寡字音的字幕可能就无共。所以对翻啊即个词，除了伊是真正原住民的朋友，啊，而且伊的外形，佮一看就知哦，这应该就是属于台湾原住民的部族。啊，那安尼伊摕翻啊即个名词来甲伊家己讲耍笑，对无？迄个林武同吼，林语堂，伊就讲迄个 humor， 也是讲耍笑上安全最高境界就是开自己玩笑啦，摕家己出来讲耍笑嘛，无然我就甲你喊苦啊。啊，所以翻啊即个词，除了原住民的部族，伊摕来讲消遣伊家己以外，即个动作算安全的。若总讲伊的外形无够像原住民，伊摕出来讲耍笑的时阵，甚至佫会互当作是一种政治无正确的行为。啊，可能若无小心，就可能火烧规身躯啊。何况讲你一看，可能你一看就是外国人，外国人应该会遮尔好打，我毋知影。吼啊，是咱啊是看就是咱即种叫做平地人诶，还是啥？阿妹子讲啥帮炸遐是啥物货吧？所以有当中啊，即种名称诶使用诶时阵，可能爱小可注意一下咧。这是我所知啦。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针对即篇或者是迄个志源所讲诶即个，有啥物想法看法啊？你？我想要分享一个经验啦吼，我以前甲各位分享过，就是讲其实吼，我去几年前有真热咧讨论即个翻即个字，讲啊，咱台湾人对人有歧视啦，所以拢讲人翻啦。吼，当然这有可能，伫我的经验来讲，伫我的内底，我受教育的经验来讲，我嘛感觉翻啊，就是以前咱读册三地同胞文做翻啊。吼，我可能我受教育的过程是安尼，所以我接受的就是安尼。吼，那我会记我拄出社会无偌久的时阵，我有一届，因为我接一个业务的工课，啊，阮头家就即间就同我甲讲啊，你迄个报价吼，甲我传2份吼，啊，倒几项的报价甲我传2份，啊，迄卡达洛库吼，甲我传3份吼，咱下晡翻啊要来啊。我想要想讲翻啊要来，好啊，我就传3份报价，啊，就3份卡达洛库啊。因为以前吼，毋是讲以前，其实一直拢安尼。上起先吼，咱台湾的足侪中小企业嘛，咱是讲咱台湾的基质其实是论真讲你若问我是要认为讲迄是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建起来。啊，不管最主要就是讲以前迄款的迄个卡达洛库，木料，真叫木料，对啊，木料啊 ，CATLG 啊。对，就是咱来讲卡达洛库一般拢是印2份啊，伊早就是内销甲外销嘛，内销就是印款的汉字、中文字，华语汉对，啊外销的就是印英文啊哩。嘿，啊我会记我就是传，我想我翻到要来，我就传3份，啊报价嘛拢拍台语的，拍迄个华语的，啊迄个卡达洛库嘛是传华语的。这个我会记下晡吧，我就囥咧阮头家桌顶，阮头家大声甲我叫入来，互我吵一下。啊，讲我甲你讲翻啊要来啊，啊你甲我传这，是嘛？我头家紧了，我紧想，你甲我讲翻啊要来啊，啊要3份报价啊，啊要卡达洛库，阮甲你传好啊，有啊伫桌顶啊，阮头家甲我笑袂出来，伊甲我讲。你毋知影啥物是翻啊？
你当外国人。对，伊甲我讲吼。烦恼就是外国人。你这菜椒啊，伊甲我讲我菜椒啊，伊讲你这菜椒啊，烦恼就是外国人啦，外国人客就是烦恼啦。我搁算一算，伊阵有较少岁，你甲讲，啊是安怎因就做烦恼呢？我感觉有无辜的款，就安尼甲伊。伊讲吼，你真奇怪咧，对无？甲咱台湾人拢安尼，甲咱无共款，咱就讲人烦恼。啊，所以外国人对咱来讲，甲咱无共款，所以咱就讲烦恼。咱我会记伊嘛是讲烦恼会，伊嘛讲烦恼会，烦恼伊。我记伊安尼讲，烦恼会烦恼伊，烦恼，所以咱就烦恼。啊，咱嘛是共款，咱若去外国，咱嘛是人嘛是当做咱烦恼。所以即个经验，我感觉其实吼，你讲烦恼有歧视无？其实若讲安尼来讲，我感觉其实相对来讲，我毋知其他民族来有啥物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以我生活经验来讲，啊，我社会经验来讲，我感觉咱台湾人真倒对即种的多元的包容性会倒较大。你讲伊烦恼，其实无任何讲对伊歧视，还是讲啥物特别无共款的意思安尼。所以因为你头拄讲即烦恼的即种的青烦甲色烦呐，啊，所以是迄阵日本人对咱的原住民的款的无共款的分法哦。啊，我若要讲以咱台湾人来讲，上无讲咱以我做即个世界来讲，是顶世界的人来，我接触到的大部分伊是无啥物特别讲，对烦恼即两字有啥物特别的歧视，还是讲啥物特别的看？伊纯粹就是一个代名词尔，就跟咱无共款，烦恼要来啊。当然，就讲嘛，你建立团的过程20年的小可变化，200年大大变化嘛。以日本来讲，我所知是，因着用外来啦，开来个嘛，外来语啊，所以外国人、外国人啊，所以因就是用外来讲嘛，是外来还是外讲嘛？对1895年以后的台湾 Formosa 来讲，日本是伊照迄个时阵的国际法和清帝国相战，甲清帝国当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相对客观来讲，迄定义嘛是啥？胜之不武啊，哟，咩来讲？根本上来讲，胜之不武嘛。迄差不多是有一个角度是差不多是大人欺负囡仔迄种概念嘛。日本当然是因为伊的野心嘛。毋过至少表面上，你无好提出来会使甲徛的啦。当然。因为有当初你讲到后壁，迄就变成讲啥物，搁淡仔讲啥物，比啥的拳头母较大了，比啥的实力较大，比啥迄就变成无法度讨论啦。所以至少我所知就是讲，日本摕到Formosa了后，Formosa对来讲就毋是外来的啊。伊嘛知影讲，咱台湾可能用番即个字来讲嘛，所以我毋才会讲，我印象中看到是因就家加一个草字头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于咱台湾咧讲咧写的时阵，是毋是有一寡人伊就甲即两字的混用安尼？所以对只叫人甲咱分享就讲，头家讲到烦恼即个词的时阵，伊是甲伊当做 foreigner 来用啊，外国人啊。毋过这变成讲，每一个人的背景是无相款的时阵，对共一个名词，伊可能有无共的理解嘛。我就讲嘛。热天时啊，食一支啊，啥物货真好嘛。毋过迄个一支啊，迄个啥物货的时阵，宜兰鹿港单头单尾可能几多种讲法啦。你无讲明的时阵，你就误会去啊嘛。莫讲啥物泉州腔、漳州腔，到底是话啊是下啊是话啊啥？那么讲来讲去讲袂清楚嘛。所以有当阵啊，第一时间咱会了准对方真清楚、真理解、真了解。毋过尾就是无，所以有当就是误会是安尼产生的嘛。只是到底当时要甲迄个基本的字词、基本的概念提出来讲，提出来先大家清楚。这我嘛毋知影，因为足侪迄种，因为你毋知影对方到底知影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对方到底有啥物事我毋知，或者是到底有啥物物件是阮的看法是无共款的。
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啊，当然凡事是毋是？那准讲有一个相对较尊重、较包容，或者是免一开始就打足硬迄种强硬的态度安尼。啊，当然，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若准讲自认有相当的理解了解的时阵，当然你迄个站你就掠会出来嘛。啊，不过这个我感觉这嘛是有困难的所在啦。转来杨宗宪所写的这个，我就顶届咧读，敢若佫无遐尼深刻的，迄咩讲冲突，也是，就讲即内底有足侪人名、地号名嘛，爱用汉字去写嘛。啊，不过对于咱伫读的时阵，就真正会拄着迄种，啊，到底要安怎读，会有困难，会有困扰，所以摩纳鲁岛这可能相对较侪嘛。啊，安达应该是日本人是安达，我会记应该是中国就是安达吧。啊，马希坡还是马希西啊，这可能我那嘛有听过，不过就是有一寡毋捌听到过啊，什么塔达欧摩纳，这可能嘛是摩纳鲁岛因的氏姓嘛，即系可能是因后生吧，因为我会记原住民因咧号名的时阵，敢若有一种叫做什么白囝的名字，对无？摩纳鲁岛，摩纳敢若是迄个人的名，啊，鲁岛敢若是老爸的名，所以伊的囡仔啊，就变成是啥？后壁有一个什么马哈莫纳嘛，这莫纳是因老爸的名嘛，啊马洪是伊的名嘛，然后可能这个马哈莫纳有一个兄弟叫做塔达俄莫纳嘛，所以莫纳是因老爸的名嘛，因老爸做摩纳鲁岛嘛，啊所以摩纳鲁岛因老爸可能就是什么鲁岛什么系嘛，所以就讲每一个部族原住民部族因号名是和汉人号名就无相款的。啊，当然，迄有因无共的迄个意义伫咧啦。啊，所以伫即搭遮，我就感觉，就敢若即摆敢若已经算开放了，还是无坚持。去年进前，也是顶一届选举的时阵，要求内政部要求所有的原住民的名拢爱写汉字。啊，就讲，迄就是大汉字主义嘛，甚至。或者大中国思想嘛，一直到呾就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嘛，所以就一切拢爱甲写汉字啊！啊，这就是上大的霸权嘛。对原住民来讲，阮老爸、阮阿公以上遐的祖先，无人写过汉字啊！啊，恁中华民国一来就叫阮写汉字，是咧写安怎？啊，阮的名读出来就毋是即个音嘛？恁硬是叫阮写汉字，佮叫阮的身份证敢会使用汉字写，啊，当然敢若准你进讲当时，则温准伊会使罗马字甲汉字并列，啊，敢若准你才开始讲，敢会使单列罗马字，因为你讲单列罗马字你读毋捌，啊汉字你就读捌咧，你甲我骗，你看到汉字你就知我名安怎读，我无甲你讲，你知我名安怎读，啊不过呢，你就是叫阿三啊，啊你就是霸权啊。我明明就毋是即个名，对无？我明明就是莫纳鲁道，你叫我一定要号做莫纳鲁道，你是咧调教哦。啊，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我就讲嘛，大名称的中国政府，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伊就是欠咱台湾的原住民的一个叫做啥？迄讲啊？亏欠就对啊嘛，所以目前敢若8月初是原住民日嘛，对无？伫中华民国体制咧定定做8月初的原住民日嘛，要毋过这敢有够？一直到呾个人淡薄咧讲，啊，礼拜拢过81年啊，啊，为啥爱过迄种？迄就是无真正深刻去反省讲，到底做过遐尼济歹代志，你有真正去反省？甚至我就讲嘛，会讲出来迄种话，真正是无情无义、无血无目屎的，就是讲啊，拢过甲尼久啊，啊，佫有啥会记得？换一个认真来讲，恁老爸、恁阿公、恁阿祖，你敢会甲放袂记？应该是袂吧，嘛无应该吧？啊，礼拜遐受难者，
迄就是国家的暴力啦。甚至讲着歹听，讲着无输赢。中华民国毋是我的国家啦，我著讲嘛，中国话是我的外国话啊。啊，所以因即摆做的一直到目前为止，当然伊有足侪代志爱去处理，就感觉迄个啥，啊，着遮的人、遮的钱、遮的经费会使做的代志，就是遮政治，就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嘛。我所有的物件就遮尔，我会使做的代志，我就去竞选，我有才调做的嘛。啊，原住民即个部分就是，只要莫收大声，只要莫迄种的，我就是小润的，还是小动的，小寒的嘛，还是较暗的嘛，对吧？迄个是我真想，班乃骨水吼，对，班乃骨水，伊即马伊迄个汉字名是啥？班乃什么？骨水是啥？我袂记，迄水敢是水水的水吼，我袂记啦，对，迄个就是伊就是属于第一代失去原住民语的原住民人嘛，伊着讲自细拢甲因老爸老母拢咧讲台语的啊，因对台东啊对花莲吼，去到台南嘛，为着要讨食，为着要讨趁嘛，伊对因老爸老母拢是原住民嘛，两个部族是无共的嘛，讲一个排湾，一个是阿美，我毋知影做一个歹势啦吼，啊所以伊去到台南，伊自细就是听到因老爸老母怎么咧讲台语，啊含厝边隔嘛拢讲台语啊。所以就认定伊的母语是台语啊，随便讲伊一看迄就是原住民的人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代失去原住民的嘛。伊的时势我毋知吼，就讲若准讲轻甲原住民学倒转来，啊，反正佫有得复制嘛。即摆原住民伫台湾就是人口数剩偌济50万有无？就准讲有50万嘛，无100万吧。我会记敢若比迄个啥，比公务人员的数量较少吧，甚至比即摆有做啥？中国来配偶40万佫较少吧？我无确定啦，我袂记着。反正就是遮的人口数，我印象中敢若2%至4%吧。啊，所以变成讲，咱若毋是纯粹的中文中语使用者，相对来讲有一个较开放的心。啊，伫即个无啥事件，即个我著讲啊，迄个地号名是人名，我个人是感觉应该是爱写罗马字。啊，实际是，若较大心就是讲，迄个罗马字写出来，伫后壁用注解方式讲，即个罗马字现主是伫汉字伫中文的文献内底、文本内底，大部分的人，或者是过去的官方的资料，曾经出现过倒一种汉字写法，对无？摩纳努岛就写出来，甲迄个伊的迄个罗马字写出来了，啊用注解方式伫后壁写讲，这是摩纳努岛，因的后生因的啥。啊，当然有可能现主时，除了因原住民以外，咱遮的毋是原住民的人，可能嘛毋知影讲，迄到底是安怎读的啊？因为我感觉即个部分，若要去甲伊找出来，应该毋是太困难，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阵，即敢若伊摩纳鲁岛，就是迄阵为德胜嘛有拍，迄算啥？是毋3出电影？史蒂巴赖嘛，啊个啥？史蒂巴赖敢若是2出嘛，一个是啥物太阳旗，啊个彩虹桥遐啥，我袂记起啦。啊，然后后壁佫要翕的迄3部剧，敢若因为拍电影真正足烧钱，迄钱烧真大呢。海角七号敢若是讲，就是要拍出来，互遐金主讲，我是有才调拍电影啊，吼啊，所以先海角七号嘛，然后史蒂巴赖嘛，啊，伊敢有顶下集嘛，啊，毋过敢若嘛无料想遐尼济讲，嘛无料想所想的，也是所预计讲会使有偌济收入是，敢若嘛无嘛，啊，所以去台南创迄个，佫卡诺哟，着卡诺。啊，即摆就是本来要去拍，敢当咧进行啊，啊，毋过敢若甲2/3来偌济，还是安怎？啊，嘛无后壁无听到，佫较进一步的迄个啥，消息啊，是听伊讲前几年啊，因敢若有去用迄个啥，甲伫咱遮城甲province 啊遐个城镇中间啊。
要用迄个时阵的场景历史来拍电影，甚至我印象中去年的款吧，也是顺坦2024年迄种，或者什么400年的什么会，因创一个什么奇迹，就是讲哦，迄个1624到1661之间这38年，伫 Formosa 伫 Provincia， 因到底是过什么款的生活啊？安怎去进行迄种交易，还是啥？就是伊就甲伊设计讲，甲迄当时的迄个啥货币，吼，搁要讲荷兰钱啊啥啊，甲伊模拟出来，去重现迄个时阵的一寡假实，还是一寡物件。第一个，甚至我袂记伫地方，就是因，敢若去年就是办类似即种，叫做啥体验活动项，敢若是安尼，我印象对。所以这其实我就讲嘛，台湾先安尼讲，美国迄个什么 Disneyland 嘛，吼，搁什么，就是什么环球影城什么会嘛，吼，日本嘛是有嘛，安尼就是等于是无中生有的嘛，就是讲靠你的想象力，甲迄个什么，迄电影的世界，吼，即码是什么漫威啊，什么会。什么宇宙嘛，就是足侪电影拢甲集合起来嘛。就讲人因咧无中生有，就使生出来一片遮尔大片的。台湾的这方面的资料其实足多的啦，要甲创，毋是袂使，甚至迄创出来了，袂比因的较差只是台湾目前可能时机也无够，欠人才，欠。有人去甲伊 promote 还是安怎嘛？毋过我就讲，比如讲进前第看一个什么戏出嘛，是讲因有去呈现敢若就是冰岛边仔一个小岛，然后伊就甲因一个什么某一年的什么事件，甲伊搬上舞台，当作戏出咧搬。迄个舞台，迄个戏出，迄个画面我就讲，淡水迄个西仔贩嘛会使啊，1884年迄个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过去20年吧，金鸡演社搁啥，在地一寡算歌戏团啥，嘛拢有伫淡水做环境调查。一直到2019年，因有甲伊用一个相对较大型的战绩184，就是甲淡水迄个西仔贩的历史故事搬上舞台。然后尾了，是毋是进前嘛？我袂记一啦。我是2019年了才去注意有即种。较新型的，还是较有改良过即种歌戏剧的部分。所以尾2020还是2023，伫迄个台南甲高雄有一个建城迄对无？建成就看见城伫即个建城，还是起做迄个建造的建城，该用做歌戏出。然后高雄嘛一条做什么纯爱的灯会，伊就是用。差不多2点外钟，较无2点钟。我甲伊当作背景音乐咧放，就是甲台湾过去400年来迄个用新型的歌戏剧来呈现就对啊。所以我感觉这部分其实台湾无欠缺即种题材，只是欠缺人才，欠缺机会甲伊呈现出来。那阵讲，虽然讲我也毋捌去过什么。不管是香港还是日本的迪士尼，香港、日本敢有迪士尼咧？我袂对环球影城即种的这，透过你看的电影，你家己内底用甲真正是讲到有口有手。我讲台湾无较差啊。好歹势，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2022歌音乐大戏纯爱。好，安尼，咱是毋是在谈后一批？敢若无算短，只是我感觉虽然我是会死应该是还好啦，因为张冈山老师手下应该是老师我袂记啦，即个袂认袂认定第一回啦，安尼是毋是？我看伊是，敢是拢有一寡对话，然后伊迄个啥，算讲一个偏将名晓，安尼是毋是？我先读一段啦，玉林你才看要读偌济，家己决定。
然后试完你才对咧读，可能咱将一个3个安尼轮流读落去安尼。吼，啊，我看伊迄个内底啊，就是伊迄个声音号，就是要读做华语啦，啊，剩诶就是读做台语安尼。好，来311期第34啊，卖真卖的认定第一回，陈江山出场。1977年台北市国中生的乐团指挥比赛，苏怡讲啦，感谢小帅哥精彩的指挥，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春之声。接下来的这位气质不凡的美女是比赛中不宜宣布选手的学校姓名。我们欢迎6号同学，指挥的曲目是圣桑的库鲁斯林。2017年淡水河边河名6坪，正经这6坪大的咖啡店，传来曲曲曲曲的做目声。为着师傅，白身的无较生擦的花梨啊，当时啊，遐尔芳，到呾你才知，这是这是坎布地啊，毋过甘波济哦，甘波济的花梨啊呢，阿强啊创一带一路了后，路开到倒位，茶错到倒位，即马遐有几粒山，茶错袂了啊！即组茶足新，茶诗名，阁袂伤听目，迄兄哥照顾小弟啊，了才有通用才好。我看不清楚，歹势来，继续。我继续。嘿，由你继续。我买分。哦，我无看到3里歹势。好，安尼3里你才对咧志愿后壁。好，由你感谢。做为德书的小弟啊，好命甲。到当20歳，有啊，我甲分做20几家，大家小家，摊怀摊值拢有变化，足够工，袂互为地啊做即间对，要互为地啊做即间6坪咖啡厅的定店宝无小本。若要换做别人，则无通安尼咧。为伫啊，像咧讲，青山兄，互你的杯仔先囥，先来先占位啦。即款代志，互我举头期刚好，安怎讲？人讲，人总是会相比拼。你着先甲那英姐、王庆、玲婷因成品好好，是要囥，是要囥下遮的，家己介意就好，毋是要相比你，也无时到，这我甲因讲过啊。因拢拄互你，你的杯仔大先囥啦。好，换3里。志愿先读，志愿对了，3里对志愿后壁。35页。喂，有，请念。35页，这若无安尼啦，我伫电台咧主持节目，有一个真会晓过日子的来宾。我小甲伊来啉茶，伊有伊来起头，听到有新的风景，伊的mail伫遮，你先寄寡资料互伊，讲是我小甲的，真好过日子。音话是反厝内高手呢，高手啦，这亲民的代志，生活中小可代志，便来过伊的手，伊拢会甲家添几分仔艺术款。因先生边头啊，我伫经济部食过头路，对台湾的产业真有研究。即马学期尾，我较无会，半个月后会过来。不过你放心，这个囡仔带北投名来6杯，
紧起来啊！歹势，我才收衫。好，无问题。车就好。好，感谢。好，3年外你半个月后，互你接线。哦，哎，半个月后，我1、2、3、4、5、6、7病，才有7块咖啡杯啊！这半月里是发生什么代志？甲胃也好过开6病，这间咖啡厅。这是一个人的命，你家己家减一撇啦。胃治毋是胃野，你家伊变成个野体野，伊是治啦。治合果。甲胃治合果开6病，这间咖啡厅的大苦病啊！嘿，青山兄，你都毋知咧？规间店做互我一个顾，搁走去景华因兜食饭啦。今仔日连雅因这毋是姓代名，这是连是一个算复数啊动词啦，毋是连雅因子啊，是连雅因子啊。连雅因子啊，嘛对有着阵哦。因讲会包1份啊，转来互我做点心。一份点心，就想要甲这款天顾规暝店甲准备。穿衫仔底暗想，病仔会怨叹这难免。景华熬煮食，为伫雅因子啊，会去意着这项。上早就有甲暗算在内，已经刷开话题，话拄仔来迄块单白大长草，是景华因翁病头下。后边啊，迄块小长草是景华，我约了无毋对吼。好，读到遮。读到遮，伊后壁个2页外呢。好来，我甲这页读完，再换玉林结束来读。吼，青山兄，算你厉害，你着毋知咧。即阵啊，天气加足酸冷，照你讲，生理会较歹做。哪会知锦华的前男朋友是行顶迄间大学的教授，伊足热心，牵真侪人客来，罕得看到读册人，遮尔啊热情的呢。哈，参加因迄个德国先生哦，安尼6边着2个做教授的熟识客啊。拄仔来甲中迄块甲鸡仔底盘，小配杯仔身，有手工画几粒啊。地云的云水地杯啊吼，地云的云水地杯啊，应该是少年时代约景外无着迄个林教授的。青山兄连这嘛知，你有够厉害哈！什么人用什么杯啊定着的啦？我看即半个日，威弟啊心情袂歹吼。威弟啊搞画图你嘛知，因兄哥为得使，叫伊着接淡水新市镇的室内设计图，伊一困头阁接超过坐主去，拼甲拢无啥咧休困咧，拼甲拢无啥咧困咧。好，35页煞来，有另外你3答。欠你，这拄好，因通去金华岛套动的啦。常常6病店门口传来一阵大学生嘻嘻哈哈的声音。林教授说的东阳下的无敌黄昏，就是这间吗？这位大学生伫店门口，向内面小闪一下啊，就行入来。可惜今天下雨，没得看黄昏。6坪应该是这一间。你不会自己看？
在这里，在这里啦。这个柜子就是林批说的，以客人的个性为主导，新经营理念的红木杯柜耶。林批最会发明乐乐等的新名词了，好有质感的原木的耶。它不规则的几何间隔才迷人。我喜欢里头画蓝色细线条白底的那种咖啡杯，淡美的黄色线条糖草，更粗线条的那一对也气质不错。糖草黄氏，你好有学问。这位是林教授说的，白天在社会局辅导弱势朋友，就失业的大胡子阿平哥耶。果然连店二老板的头衔也乐乐的。大平啊，嗨，欢迎光临。同学们，今天想要点些什么呢？菜单在这儿呢。大平我靠，是风头大冷叽叽，内底的行李煞加也甲是热扑扑。暗头啊，精华刷手甲音响的开关切开，刷落到我后尾迄两块红莲鱼排摕出来呛水，呛煞出2张豆米仔纸，甲包起来豉油，喙哪对咧咸，那是嗨，喙哪对咧嗨。你要用嘴烟，你即摆是温电的，用嘴烟。你甲 AI 变 IA 就对啊。是啊，像我头拄叫伊去弹迄个华语互我看。好啦，喙哪在对嗨，迄个神隐少女的乐曲，雄雄手机仔在弹，听到电话声，伊也无赶紧，手有哪洗好切清气，才甲手机仔试开。你讲6边遐有人要来咱兜食暗，有几个？2个尔。规伫啊，感觉英子啊啦，规伫伊人资本就咧散啊。最近吵甲面仔是青顺顺，别可规个翻乌。伊讲要驶车载我来转，半点钟久就会到。面仔青顺顺，可怜咯。可怜咯。伊敢可怜2年尔，伊敢可怜2年啊！伊无迄个语尾助词，伊敢可怜。无啦，后壁佫有诶啦。对，后壁佫有话对啊，啊，毋过就可怜就惊好安尼。可怜，你那陈叔叔可怜。OK， 车换你驶较好动啦。慢慢驶就好，免赶紧。要无暗顿拜托，这边拜托，小可代志啦，好啊啦。好，感谢啊。好，志工话你37啊。37啊。你可能记就会使谈2段啊。倒手边顶悬迄对话讲完啊，读完啊，你可能记就会使谈2段啊。6边才有3字读。阮婆甲病头卡来电话挂掉，随入去一间专收柜仔的房间，伫一站一站的茶几仔顶，用4块日本钱搬出来，结果米翁仔来，甲意大利的咖喱仔面摕出来，伊转来到烧念大厅甲灶骹迄搭表演主持，这哪会怪怪？伊转来到烧念大厅甲灶骹迄搭表演煮食功夫，开放式的中昼。迄是中岛，伊迄是中岛。哦。你去有迄个套中岛，迄个笑话牵起款。什么岛最热？套中岛最热。开放式的中岛，伊先甲钱盘7000去，
无囥甲半滴油，嘛无热鼎，三寡粗粒的胡椒粒仔，吞鼎底赢。火甲切中拍，煸到10分钟，两底分做4份，的鱼排就煎甲赤，香讲，甘油的阿肥哥就安尼料理，拢免费去。因盘看鱼仔煎了有水，欢喜到底啊！我迄种煞甲神隐少女的片尾曲来做即个事。感谢Sunny，你会使甲即个腊肠头完，则无讲介济啦吼，安心自在。哦，这个腊肠大箍肠，甲迄几个大学生按来好势，随捧一杯咖啡来青山啊，食青山兄，即杯互你试啉，听位弟啊讲你小界的迄个金华，足够打厝来工课，这代志免过伊的手，伊拢有才调甲即感发出来。发露出来，参一般查甫人无共款，伊甲伊自做囡仔就是使，因后头厝是足好过向。爸啊，大概恁若捧咖啡来相请，拢甲心内话有寡关系。金怀代志，你遮尔啊好现，毋是啦？连位弟啊、雅英子啊，私底下嘛安尼在论伊呢。恁拢约毋着去啊！金华自2、3岁起，就互亲生爸母放煞。伊是孤女来出身的。好，感谢啊！到遮。感谢即个湛江赞所写的北京杯认定小选嘛吼，即是毋知写偌长，我毋知影。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淡水吼，腊肠，或者面啊。咱拢迄个，咱拢互迄个头波头上的迄个头行的吼，刀啦，我会记刀，叶石刀。对啊，叶石刀啊，嘿啊，迄是刀啊，冰刀啊。嘿。对，读图，可能我送开无送开，嘿啊。刀，我记拢是刀啦，刀。对啊，叶石刀啊，嘿啊，叶石刀啊。是毋是有人讲刀？我无确定。但是我是读刀啦，嘿，不管我是读刀，会使这个会使小可查者，我会记是刀啦。好，感谢啊！因我就讲，伊即个是，安怎讲？我就讲，这才是咱的台语。我要来讲的原因，是因为伊家一寡人面后壁迄个啊，就甲伊照实兵呈现出来嘛。啊，伊看起来大部分拢是轻声的迄个啊嘛，兵啊，对，兵刀啊，哦啊，什么纸啊啥，哦啊，所以我就讲，至少以作者的意思，写法就是。该轻声就轻声，就用轻声符啊；该一般变调就一般变调，青山兄啊，对无？啊，这我感觉，当然要处理这个符号当中啊，不哩开时间嘛，就爱去注意啦。啊，当然我感觉这是会使安怎讲，训练甲学习吧，我是安尼想。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一个说我读无诶，34啊诶。倒手边下骹3线，伊讲即组茶足新茶诗名，这我毋知影啥物货呢，佫袂伤听捌，足新足诗名，我毋知影真歹势。这有诶词真正，哟，莫讲迄读迄白话字诶，有诶一寡斗起来，斗袂出来，想无。字词典，有诶我即摆袂去查啦吼，就讲
无一定查有啊。这算讲是汉字，我嘛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人知，还是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这拢就是迄个木材较专业的讲法啦。你头拄讲倒就我袂记啦。三四啊，倒手边下骹第三段，伊讲茶测袂了。这组茶足新嘿。这组茶足新，还是这组看无我毋知变怎断句。啊，茶是，嘿啊，新啊鲜我毋知影啊。伊拢是足新啦，因为迄是做肉的，伊有一个安怎讲？伊有一个讲法，比如讲伊有还袂喷茶进前，叫做白新，白新，啊，过来就爱先食菜咧，刮刷了爱喷茶，啊，伊就是有无共款，伊来看伊的茶丝，伊的茶丝是伊喷茶就分做侪种，一种是会当展现伊的茶丝的纹路，啊，另外一种就是。那你规顺啊做啥烤茶的迄种的做法，我知影是安尼，所以伊拢是就是讲，伊表示讲伊即组茶，伊是毋是咧讲伊的茶的迄个，伊的迄个安怎讲？伊鬼菜啊，伊的茶吼，就是安怎无走闪啦，就是讲伊的寸步量了有准啦。啊，伊茶丝名就表示讲伊即块茶咧，伊头前是咧讲伊是规茶箍，还是咧讲房啊哈？反正我茶伊袂记哩，我毋知伊头前咧讲啥。伊后壁是讲甲迄摕来做迄个柜啊，放杯啊柜啊，所以讲红木杯柜嘛，就讲伊甲遮个茶有红木嘛，所以可能迄个茶身是有不哩做迄种红色的嘛。所以红木杯嘛，红木杯柜嘛，红木柜嘛，对无？只是讲迄个红木柜还袂正做，即个器具的时阵，伊就讲迄茶的新足安怎嘛，丝面。安尼就对啦，茶足新啦，咱就是讲伊的有，就是讲伊的寸步有够嘛，就是讲伊的茶丝真明显。哦，茶足新，茶丝明就对啊，所以是茶丝算。一个词对啊，茶丝明是茶丝真明显，因为买茶其实伊的，照我所知影，就是讲有的迄个木材吼，伊较无啥物特别的纹路，无共款的木材，伊其实伊的纹路是有无共款的。像伊做家具来讲吼，我会记得以前有一阵仔足流行树林茶，就是较东南亚的，伊的茶就较白新，伊就较无明显的迄款的线条。一段时间较流行，美国较流行的乌骨茶，乌骨就是OAK 嘛。煮汤对，就 OAK。伊就是伊的迄个茶心，伊的迄个茶丝就足明显的安尼。像伊讲迄花梨啊，亲像花梨，我记得是柬埔寨应该讲一个赛，柬埔寨就是因为伊个是因的迄个森林拢是军政府咧控制，使讲是黑道咧控制，所以买迄爱有一寡爱有路，我改掉，所以叫我所在因为我就头前我无就研究看，讲对啊，你讲的就柬埔寨啊，花梨安尼啦，嘿啦，花梨啊。讲嘛，为着输，白身咧无卡青菜的花梨啊啦。对啊。但是啊，遐尼青芳，就是讲遐尼啊芳啦。迄就是伊的茶吼，有无共款的芳气。对。就伊讲的白身的嘛，对嘛？对。就是讲伊原来还袂食菜的时阵，还袂食菜进前吼，因为爱先撩过菜过嘛。一个茶块原木来，爱先甲伊爱用迄做菜素，做菜素遐撩做，看你要爱偌大寸步偌高寸步的房啊。房啊撩了，迄就是撩了，才送去加工厂做加工安尼。伊可能伊早是用房啊，像即马无，即马啦无较少的啦，即马拢是可能
做合帮较济，啊无就甘蔗帮。做合帮就已经算好啊。做合帮就是就是那美利亚帮哦，美利亚帮吧。美利亚是美利亚，做合帮就做合帮。做合帮就是美利亚帮表面有一个算塑胶什么会会足油的嘛，啊你若做合帮就是去类似甘蔗帮较啥嘿。对。对无？甘蔗帮迄种的。你的理解是正确。系啊。啊，美利亚就是顶悬有搭一块薄皮啊啦。对。较薄的。系啊。所以你会感觉看起来表面拢看起来呢，讲焦。系啊，焦，就无迄种天然的迄个气味。对，其实嘛是有啦，但是伊的炒法是较油安尼。对啊。无共款的，嘿，无共款。啊，即马足济，其实足济拢讲是无，其实拢搭皮啊。是啊。拢偏帮的。对啊。所以，当然就是讲，毋是像以早安尼换规，是无就是规地安尼，无即马足济拢是用迄打来就去拼。对啊。就是迄个已经算足好的偏方了。对啊，所以你讲我咧摇应用就是应该是这。你咧问应用就是这啊。对啊。所以好，感谢各您敢若上水分说明，这真正是毋知影就是毋知影啊！一直到当听伊讲，一直到当2020年的8月。台湾还是有一寡茶是用招书的方式入来，或者是讲，因为迄种测茶这条代志，敢若是可能进到20世纪的款吧。全世界对这种茶的行业有一寡管制，所以台湾敢若自偌久以来都无咧测茶，其实这毋是好代志，因为松林伫深山内底是安怎，伊就是要有适当的迄个叫做啥 deforest 吼，就是。书法书法，因为树仔就是一个有机体啊，伊生长伊会老啊，伊老会倒会崩啊。啊，你若记在伊淡仔咧自然老去，你无甲伊测，了颠倒是一个风险嘛。啊，毋过即部分毋知是，当然我毋是即行业的啦。啊，毋过就过去所知捌的资讯的时阵，可能我也看无够侪款，敢若无看到政府针对。或者啥涂刷嘛爱去抠才对，爱去挖才对，敢若嘛毋知啥物原因拢可能无去注意看过，是安怎？这拢是其实爱去做，就敢若人的头鬃你固定就是爱去修剪吧，无你嘛爱甲用好势好势嘛。啊，毋过茶我印象中就是就怎记载去迄种的，啊，毋过就是有一寡可要讲的山鸟鼠，因就是会上着嘛，是会去偷测啊，一直到当嘛是有个人咧偷测啊，啊，我台湾嘛是有茶的需要啊，所以你无伫台湾本地测，你得对外国入卖啊，啊，你对外国入卖，就讲到前几个月吧，我印象中我有搁听着讲，到目前为止，台湾搁一寡茶是透过招书的方式入卖台湾的啊，这其实毋是好代志啊，所以毋知咧，这我嘛无知调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出只声诶。来，请讲。讲到家具，我迄天仔甲阮妈咧讲电话中讲到啥物，伊买新诶家具啊，结果即个款式是有清损诶。啊，我听规本我听无啥物意思，去尾仔我去查找台语，其实我嘛看无啥有，所以因为恁在座的前辈应该拢比我较侪岁，是哩啦。无问题。你应该较知，所以会当请教者，你会知清顺是啥物？知咧，3年也是叫人敢知，清顺，也是讲你几句？你是讲，请讲。系啊，你爱讲伊的正学文，你是咧讲即个。伊的花纹，还是讲伊的考察，还是伊的外表，还是伊的形体，还是讲伊的迄个制作的方式，嘿，这无共啊。因为你讲的，我毋知影，你安尼，我的直觉就是讲是像笋的，就是是毋是有拍笋的？有拍笋的，因为迄木材吼，伊的笋，伊的有拍笋的做法无共啊。有用一般的迄款的，像咱想的，就是讲。当无笋的款做法，啊，搁有就是有诶，就是用顶拉无笋的，伊无用无锁螺丝，
但是伊是用拉姆笋，拉姆笋是安怎讲？伊要甲两支茶夹做伙，啊，伊中即边落一汤，迄边落一汤，中搁请一支细细支的棍啊，甲伊带入内底，甲伊放到碗内，糊糊啊。迄做拉姆笋哦，就是讲一般就是空甲笋会使讲做一工一尾嘛，吼，一支做工啊，一支做尾，抑毋过。要互伊搁较用的时阵，伊就是迄两支拢有公有母的，抑毋过迄个有公有母，有当做一个角度，是一个迄个细力，还是角度啥你无好势，还是无好，伊无好处理就对啊啦。所以就拄啊玉玲所讲，可能就是你爱做啥物动作，再搁另外顶一支叉顶，还是啥甲伊增加伊固定的迄个力头，还是啥物货，还是讲做出来了，迄个外观看起来较水啊，是安怎？这我毋知影。好，这拉姆笋哦，我们来听听。迄拢是秋露啦，拉姆笋啦，拉姆笋就是，嘿，拉姆，所以是，伊是算外来语翻译个拉姆。对，拉姆笋，我咧讲在拉姆笋，嘿，因为我以前做过工。拉姆笋，啊是，伊是 label， 敢有可能 label？毋是 label 啦，毋是 label 转啦。因为伊就是茶笋的，你会使去查，伊迄个笋，伊笋就是木字旁迄个笋哦，是毋是？嘿，对，笋，嘿，笋有分，咱一般咱想到，咱较接触，咱看因拢是咱看会到的，就是讲，比如讲伊迄就是有干母笋，你看会到嘛？你有一个碰，一个是耐入去的，这是碰出来，对啊，是碰出来嘛，就是小夹嘛，对啊，有诶就是嘛有迄个三夹的做法，比如讲拖规啊，哇，伊个短夹迄个所在，是用小夹的，又搁无共款的笋的，迄是拍笋的做法，嘿，我讲的迄种的拉姆笋迄款的，就是安怎讲，伊就是较干性的做法，较轻薄啦，就是讲较薄的档啊，伊就会当，无一定爱拍笋，安尼无一定爱拍迄个干母笋，还是讲嘿就是落空就会当落空讲话的安尼，嘿，就是这边仔就解释较清楚咧。比如讲，我头拄讲就是讲吼，两块茶你过来夹做伙嘛。你来夹做伙的话，你抓平，你有较长咧。比如讲一支10公分，我敢若有10公分长的房仔尔，高度是共款，宽度嘛共款。毋过我想要甲接做30公分，我要安怎甲变做30公分？当然嘛是接对无？你要安怎接？咱一般咱想着上顶啊顶嘛。咱即摆较现代上顶啊顶，上以前是顶网啊顶，若无看，迄个无看网啊顶，咱先莫讲这，就是讲你要甲接无较长诶，5公分要甲接做15公分，是爱3块，你3块这3块要安怎接？你有可能是拍顶啊嘛，过来就是我讲诶，用迄拉姆笋，伊就是讲两块腹肚边遐拢甲伊，迄个巧拼地毯。巧拼地毯看，地板你可能感觉着较像迄个做三角笋，迄个做三角笋，嘿，较像啦，较像迄种干母笋迄款的做法，嘿，因为笋迄另外迄款的就是有一个碰一个啦。我讲这是你接无平了，你看袂出来讲伊的笋，伊是接的，看袂出来接的，嘿，看无啥出来，嘿，啊，就是中埔迄种茶，敢是算中埔迄种接法。中埔的接法，我毋知中埔是安怎接。就是帮你讲的有一个内底，就是迄要接迄个所在，乌一沟啊是凸一个起来，毋过无你要接，可能嘛无需要内容，我毋知歹势。无吼，就是讲伫伊的边仔的位要相接的位，比如讲两块帮要相接嘛，要相拄的位对无？你即摆现在两边拢平对无？伊可能就比如讲，我即块房啊是5公分，伊的高度比如讲3公分，伊的宽度可能嘛5公分好，咱凊彩安尼讲，宽度甲长度拢5公分，伊的高度有3公分，咱伫咧伊的另外一边就是5公分甲3公分迄边咧，伊甲弄两空，即边逐地拢甲弄两空，你中迄地是毋是就变到落4空？是来落4空，因为伊中迄地是毋是双头接？对。
啊，接迄个空要创啥？你想象，比如咱的迄卫生纸，拉姆顺头比咱卫生纸比咱的猪较大颗一撮，一般人有标准 size， 伊会比咱的猪较大颗一撮。啊，你想象迄边甲咱两空，啊，甲迄猪甲弄入去，啊，甲讲话来，安尼是袂合理啊？嘿，啊，就是迄就是咱国讲的迄款的拉姆顺。啊，我因为毋知志源伊讲的，伊头拄仔讲的。伊讲款式有啥物顺啊呢？对，伊是我有查到着清顺，内口有无是讲啥物稻顺，就是汤啦，汤滚，清顺。清顺，那个清顺。敢若是志源个你的音，搁较幼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迄感觉听篮球嘛是，甲即马讲的，差不多安尼。伊是毋是要讲伊即版图的做法，伊是拍顺的，伊毋是顶啊，是要讲安尼啊，所以拍顺的较贵啦，较高档啦，成本较悬啦，安怎安尼啊，所以我就所以我介绍较悬啦，是毋是类似安尼情景？那安尼就是做法的差别啦。那安尼就是做法的差别，就是安尼，就是伊要甲你讲，我这毋是顶啊，就拍顺。就讲买便的也是买定做的，你若买便的，就是拢锁螺丝的啦。啊，你若定做的，就是你会使甲头家讲你要用啥物方式嘛。因为迄我的感觉是，你若用定钉仔、锁钉仔、锁螺丝迄种的，当然使用的头前半年、1年、2年、3年以来，可能拢 OK， 无啥物真差。啊，毋过时间一久长了后，你若锁螺丝定钉，迄可能就会崩去啦。啊，你若是用迄种顺的方式，伊就等于是规个结构的材料拢相同嘛，就较袂有崩去、离去、裂开迄种状况。啊，毋过你若锁螺丝定钉，就较有可能的即种情形啦。我的理解敢若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因为一般来讲，咱 KD 的加工吼，等我去想一下 ，KD 要怎讲？做加工啦，比如讲咱去买迄图啊吼，伊是一块夹票，啊伊内底有说明书，你家己去做。对啊 ，DIY 嘛，嘿啊。对，伊迄就是咱讲的组合家具啦，组合家具。就是咱讲的 KD 的嘿。哦 ，KD 这啊，迄种对啊。对。啊，即款你讲的可能就是烫水，伊已经拢做啊，对啊。伊迄就是已经伊内底伊的做法是用拍顺的咧，有可能是安尼。当然变的嘛，有可能有的较讲究的做法，较幼的做法嘛是有用拍顺的做法啦。啊，但是一般来量产的来讲吼，还是较大量的迄款的，啊，若要像即马要较方便的运动就是锁螺丝啊。我所在是你晓。好，感谢叫您甲咱分享遮尔详细安尼，这真正是完全毋是我的地球范围内。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讲你啦，阮是读完啦吼，这反正就是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个311期的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卡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的。嘛，感谢，安尼，咱今日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再会。